大家過友誼橋嘅時候，有冇見過橋頭落雨，但係橋尾出太陽呢？呢個現象正正體現咗暴雨嘅局部性。我哋一齊睇睇。以2024年5月4日嘅暴雨為例，當關閘一帶錄得接近黑雨雨量嘅時候，而路氹區可以完全冇任何降雨記錄㗎。我哋再睇睇2023年嘅暴雨情況，38次當中只有約1/3嘅次數，同時喺澳門、氹仔同路環3個地區達到暴雨嘅水平，即係話澳門半島落緊暴雨，但係氹仔或路環區就見陽光，又或者路氹區受到暴雨影響，而澳門半島見陽光，都係好常見嘅情況㗎。藉此，我哋可以睇到暴雨嘅局部性好強，即使澳門地方好細，南北相距大約12公里，但係各區受暴雨嘅影響，亦都可以有好大嘅差異㗎。